當你唔再感覺自己需要錢嘅時候，錢就會自然嚟到。需要錢嘅感覺係源自你認為自己嘅錢唔夠，而因為有呢一種想法，你先至會持續創造唔夠錢呢一個狀態。你一直都喺度創造，而講到錢呢一個部分，你唔應該創造缺錢嘅狀態，而你所需要創造係有錢嘅狀態。舉個例子啊，喺日常生活中，可能你會遇見一啲價格比較高嘅產品。當我哋見到呢啲產品嘅時候，我哋嘅內心千祈唔好覺得佢好昂貴，或者覺得我買唔起呢一件產品。假若你有呢一個想法，就會為自己創造缺錢嘅狀態。當我哋見到呢啲高單價產品嘅時候，我哋內心只需要同自己講，到底我哋有冇需要用到，而唔需要對佢嘅價格有所評論。多謝大家嘅收聽，我哋聽日同樣時間再見，拜拜。